大家好啊，又係我 Samuel 啊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一隊啊，就係用呢個芙莉蓮角色啊打呢個鬥技場咧，就係升4隻嘅891啊。咁經驗咧相當豐富嘅，咁而且咧本體武裝咧都非常之多代用啦，叫做咁。即使你冇肥輪咧，其實啊用上呢個芙莉蓮啊，再加肥輪嘅雙人蟲咧，或者用阿伯咧都可以做一啲代替嘅。咁如果你專心打咧，大概8分鐘內咧就可以一場噶啦。咁經驗咧大概6億8啦，咁視乎你嘅裝備或者有冇更加多嘅 Dungeon bonus 啦。咁中間嘅武裝咧都非常之代用嘅，咁有一啲人咧就會升3隻嘅芙莉蓮啦，但我自己咧就會升2隻芙莉蓮，再加1隻阿伯嘅，咁就會比較我覺得多用途啲啦。因為當我哋用3隻芙莉蓮嘅角色咧，好多時候都會借朋友1隻嘅。咁我哋即刻咧介紹一下組隊編成先啦。咁因為咧之前用嘅其中一隻咧個朋友咧就冇掛，咁所以咧其實都會見到咧我左上嗰幅圖啦，同借而家朋友呢隻嘅武裝有些少唔同，不過咧都係解角嘅武裝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去到最後咧都會儲到技，咁而且流程咧都係一樣嘅。先介紹下我呢隊組隊編成先，之後先一次過講代用。咁首先隊長肥輪啊13415啦，咁開翻武裝同步啊，咁唔需要潛角噶啦。咁佢武裝咧會用翻13115啦，呢個數碼暴龍嘅武裝，咁佢有4 SB 之餘咧幫我哋撐加豬嘅，咁技能唔會用到噶啦。同埋最緊要就係光附屬。第一隻芙莉蓮啊，咁就係開翻酒桶嘅覺醒啦，咁冇潛角都可以噶啦。咁武裝會用翻13423呢一件嘅武裝，咁都係光附屬啦，2 SB 同埋光章魚燒嘅火力。第二隻嘅升891嘅對象啊13421阿伯啦，咁就開翻3維強化嘅同步覺醒啦。另外佢嘅武裝會用翻呢個學問神光附屬2 SB Dungeon bonus，幫我哋更加多嘅經驗。第二隻嘅芙莉蓮啊，都係開翻酒桶屬性嘅同步覺醒啦。咁佢武裝會用翻11333啊。咁呢個除咗光附屬3 SB 之餘咧，就係要佢個 T 字咧去到最後一關啊。如果太多減珠嘅話咧，都可以轉翻 T 字去幫手抵擋翻啦。最後啦，就係唯一一隻升唔到891嘅情人節守護神啦，阿典娜。咁就係開翻 SB Plus 嘅超覺醒啦。咁另外啦，其實佢冇呢一個 SB Plus 都得嘅，不過有就要開埋啦。潛角冇特定嘅限制，佢嘅武裝可以用翻13261啊，亦都係有 Dungeon bonus 同埋2 SB 啊。咁而且佢嘅技能咧有10 turn 嘅40% 回復同3 combo 加損咧，可以令到我哋轉少咗 combo， 就咁兩寸嘅光珠咧都有足夠10 combo 或以上，有足夠嘅火力啦。咁如果冇呢件武裝，就需要自己轉下回珠啦，同埋轉多啲 combo 嘅。最後啦，就係朋友嘅肥輪啦，唔開同步覺醒都可以嘅，冇潛角都可以嘅，咁就會用翻一個解到覺醒嘅武裝就可以噶啦。咁最後一 round 咧，尾二個 round 咧，我哋先會使用嘅。咁準備好咗嘅時候咧，左上角就係參考啦。咁另外都講一講代用啦。咁以連朋友23 CD 啦，或者係20為例啦，咁佢自己調整翻去執啲武裝嘅。咁本體先啦，講代用。咁就係肥輪，有好多朋友可能抽唔中，咁其實用翻13407咧，都係呢個肥輪加芙莉蓮都可以嘅。咁潛角用翻傷害上限解放啦，同埋繼承翻一個解角嘅武裝。咁如果呢一邊咧用咗雙人寵嘅話咧，咁朋友嗰一邊咧就唔需要解角嘅武裝噶啦，咁就以 loop 朋友嗰隻肥輪咧為主要嘅輸出。咁你呢隻如果係代用隊長嘅雙人寵咧，就會計翻解角嘅武裝啦，咁就喺最後使用嘅。咁但係思路不變噶啦，咁主要都係透過中間嘅3隻 loop 再加肥輪咧，咁就係做一個輸出嘅。咁另外啦，武裝嘅代用咧12760啦，咁即係見到學問神嘅武裝啦，咁就 SB 同埋光附屬，咁樣用翻9616啊、10855、13142等等啦。另外啦，11333咧，咁就係3 SB T 字同光附屬嘅，咁就可以用翻11338啦。
另外啦，13423兩 SB 光附屬嘅武裝係需要比較長嘅 CD 嘅，因為咧我哋第一隻嘅芙莉蓮咧會到第3關先變身咧，要翻去個吸收技能嘅。咁佢用翻9616啊、12104啊、13109呢啲比較長 CD 又有兩 SB 光附屬嘅武裝。咁對5覺醒咧就用翻無天降啦，咁就可以自行調整嘅。咁你但思路不變噶啦，就係透過中間嗰3隻3 CD 嘅技能咧不斷 loop。咁而且再加肥倫嘅1 CD 技咧，咁就係不斷打關嘅。咁如果你冇加 combo 嘅13261嘅武裝咧，咁就自己轉多啲 combo 啦，同埋回復等等嘅。咁準備好咗嘅時候，我哋即刻 go 睇下點樣打啦。因為8分鐘都比較有啲長，咁所以我哋遊戲嗰度咧，最主要透過大家睇左下角嘅文字攻略啦，同埋都會教2倍速俾大家睇得快啲嘅。咁準備好咗嘅時候，我哋就 go 睇下點樣打啦。入到嚟第一關呢，先開翻朋友啦，之後開13261嘅技，之後隊長變身，之後開翻右手邊嘅芙莉蓮啦，再加鄧肯、情人節小雅，咁轉翻2個光 combo 咧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頭10 round 咧，基本上其實齋2光 combo 咧都有足夠火力噶啦。咁因為頭尾隊長加3 combo 啦，同埋我哋有加10 turn 嘅3 combo 技能啦。咁第2關就咁開隊長，咁轉翻2個光 combo，咁就可以噶啦。咁呢一度咧會去翻第3關咧，先開翻左手邊嘅芙莉蓮去變身啦，令到我哋有埋破吸收嘅技能之後，但係就要開翻情人節小雅咧，去繼續我哋嘅4 turn 無效貫通嘅 loop 啦，同埋再開翻隊長嘅肥倫幫手提供2寸嘅光珠。咁呢一度咧，基本上你唔轉多 combo 都可以噶啦，就咁2寸光咧都有足夠嘅火力噶啦。但如果你隊長係用雙人寵啊，或者用其他代用嘅話咧，咁呢個自己調整翻個 combo 啦。咁基本上咧，去到第4關之後咧，都係 keep 住不斷去 loop 嘅啫。咁大家就可以睇埋落去啦。咁都我教咗2倍速咧，方便大家去睇嘅。咁呢一度咧，我自己衝完891之後咧，都會再試玩下咧呢個芙莉蓮隊啦，去打呢一個新嘅風雲稱號嘅。咁睇嚟相當之好用，不過就有朋友咧成日話轉後咗一式啊。咁我之後咧呢個會自己再試用完啦，再同大家去講下嘅。咁希望咧大家都中意呢一類型唔同嘅經驗片啊，或者合作嘅時候咧，究竟我哋有咩去刷？咁我自己咧都盡最後努力咧。如果大家有留意咧，其實我都未1200 ranking 嘅，咁都會透過今次去刷呢個891啦，去幫我衝埋1200嘅，因為始終之後都會有12大定唔記得幾多大 reset 啦。咁希望呢條片可以幫到大家，都祝福大家喺呢個芙莉蓮合作都可以抽中晒、抽齊鋪。咁希望大家中意，再次喺度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馬年行大運，記緊訂閱我哋。我哋新一年馬年會同大家除咗出轉珠片之外，都會出其他唔同嘅遊戲片啊，或者係我自己嘅興趣片。因為咁難得呢，俾人盜用完都係攞翻 channel 呢，就要更加努力去同大家去做啊。咁今日呢條片係到呢度，再次提翻訂閱係免費噶，記得訂閱俾個讚好。咁我哋下條片再見，中意嘅話睇埋落去。大概呢一場呢都係用咗8分零鐘就周回到噶啦。咁如果你專心打，其實8分鐘內一定可以嘅。咁我哋下條片見，拜拜。この至近距離ならあなたの心臓を撃ち抜けます。驚かないでください。シャルドラーク、ジョドラジル、シャルドラーク。嫌なことは早めに終わらせないとね。言っておくけど私強いよ。さっさと終わらせようか。ジョドラジルム、カタストラビア、シャルドラーク。お前の前にいるの
1000年以上生きた魔法使いだ。ジョドラジルムジョルドラーク